理事长。然后好，记住36.9，很可能36.9了，36.9。下面那个看哪里？看那里最大。等一下。最大。哦，那里最大。哦，36。好，现场稍等一下。哦。那在这边还是要拜托大家，第一个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个很重要啊。第二个，我们呢都完全依照这个所谓的 SOP， 这个就是我们医院最大的一个特色。那也要谢谢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保护我们乡亲的所有的一个健康。那千言万语感谢还是再感谢，有基层的院所一直到我们的机构，大家齐心合力一起来这个为我们的这个武汉肺炎一起来这个看哈。那就像讲的，我们除了这个大家戴口罩之外，现在我们也不断的从小开始教大家要勤洗手，这个才是我们防这一次的这个冠状这个疫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好，再次的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哈。医院是上安全的啦所有进医院的通通有把关所有的理由时都问过了才会让他进来那你在路上，你可以问人家的理由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所以北医是上班做人所在，如果有需要来北医，当却步不要把自己的健康给忽略掉我想还是要再次谢谢我们睿智的局长在全国还没有开始戴口罩，就要求我们进来医院一定要戴口罩。这个是第一个保护我们乡亲，第二个也是保护我们医疗人员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放心，因为进来的所有的 SOP， 我们都有做最佳，已经都巡轨，都给大家巡轨我们包括我们的这个几间大间院所，我们都有 SOP。那遇到发烧的状况怎么样处理？那没发烧的怎么处理，都有很清楚的一个这个 SOP。所以相信如果身体不适，还是要来看医生。再来的话，我们如果说你是慢性病比如说我们是洗肾的，或者说我们是这个做复健的这个癌症的这个化疗的，我们呢在医院还有提供这个口罩让大家能够进来。住院的还有一个陪病的这个口罩提供给大家，所以大家呢该来看医生还是要看医生，不要说有什么担心，然后延误到你的病情，这样反而对自己是不利的我想在这边千言万语，谢谢我们院长所有的医生跟护士人员大家的一个辛劳，再一次的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